台湾话硬碰硬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硬拄硬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硬碰硬，用强力对付强力。你两边硬拄硬，我看你莫插较好。两边硬碰硬的事，我认为你不要管教妥当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